主后2023年1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是灰图，你是烧灰仔师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63章15节到64章12节。求你对天顶压落来看，对你圣阁荣耀的所在看。你的热情甲你的气力伫倒位？你热情的疼甲怜悯伫倒位？毋通毋插管。虽然阿伯拉罕毋捌阮，雅各毋承认阮，毋过你是阮的老爸。上主啊，你是阮的老爸。对古早，你的称呼是阮的救赎主。上主啊，是安怎你互阮偏离你的道路？是安怎互阮硬心毋敬畏你？因为你仆人的缘故，求你回心转意，为着你的子民、你的产业，求你转来。你圣的子民不过暂时得到你应允的土地，毋过阮的对敌已经吞踏你的圣所。阮敢若毋捌受你统治，敢若毋捌做你的子民。你若毋拆日天降落来，你一个出现，众山就摇动，亲像火点着大柴，亲像火甲水兄滚。愿敌人捌你的名，万国伫你的面前皮皮喘。你捌做阮料想袂到、通行位的代志，迄时你降临，众山拢摇绝。对古早以来，人毋捌听过，耳孔毋捌听着，目睭嘛毋捌看见你以外有上帝，会当为着听候伊的人做代志。你欢喜接纳行为正直的人，就是遐个会记得你、遵趁你道路的人。毋过你受气，因为阮犯罪。即款情形已经真久，阮哪会得救？阮亲像一个无清气的人，阮一切义的行为亲像一领垃圾衫。阮拢亲像树叶碾去，阮的罪过亲像风甲阮吹走。无人求叫你的名，无人甲你扭条条，因为你面越走毋看阮，将阮放互阮的罪管辖。毋过，上主啊，你犹原是阮的老爸。阮是黏土，你是烧灰师傅，阮拢是你亲手做的。上主啊，毋通对阮发大受气，毋通永远记牢阮的罪过。看咧，阮拢是你的子民，求你看顾。你圣的城市已经变做旷野，锡安已经变做荒埔，耶路撒冷已经荒废。阮神圣搁水的殿，阮的祖先称赞你的所在，拢互火烧了了。阮羡慕的好所在，拢毁坏啦。上主啊，经过这个代志，你减要忍会牢，你减会点点点，互阮受大苦难。我是灰土，你是烧灰师傅。你知影安怎互一人快速沉沦吗？但若是互伊变做有钱人，你有认同无？国外有数据显示，有70%的大乐透得主最后的下场是宣告破产。这人会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车祸无限度。多数乐透得主拢是一般的人，因伫人生中第一摆得到安尼一
遮尔大济个钱反正大半毋知要安怎运用，对安怎管理运用奖金也无具体个概念。一时致富，互因掠做下半世人就会当无忧无虑，总是毋爱管理运用金钱，搁持续车花乱开，结果就是伫短短几年内就宣告破产。有一寡人因为已经习惯奢侈的生活，直到破产了后无法度回归平凡的日子。人领受上主的救赎恩典，也有点仔类似。假使人对上主无真实的认捌甲坚定的信心，对人来讲，伊的恩典不过亲像着乐透，可能互人随意车花，就直到沉沦。今仔日这段经文中，先知的祈祷提醒咱爱谨记上主的恩典，毋通犯罪。先知讲：你欢喜接纳行为正直的人，就是遐个会记得你、尊叹你道路的人。毋过你受气，因为阮犯罪，即款情形已经真久，阮哪会得救？阮亲像一个无清气的人，阮一切义的行为，亲像一领垃圾衫。阮拢亲像树叶碾去，阮的罪过亲像风，甲阮吹走。无人求叫你的名，无人甲你揪条条，因为你面越走毋看阮，将阮放互阮的罪管辖。拄亲像一段流传伫台湾教会界的谚语：一代清日代明，三代暮暮无明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神明满厝经。信仰若无经过谦卑、悔改、更新、软弱的人心，干那会不断掠家己做着。因为安尼，先知这段充满对人性的认捌，感恩上主呼求的祈祷，毋若诚侪伫以色列民族中流传的至理名言，也是现今咱入捌上主救赎恩典的重要提醒。先知呼求讲：毋过上主啊，你犹原是阮的老爸，阮是黏土，你是烧毁师傅，阮拢是你亲手做的。上主啊，毋通对阮发大受气，毋通永远记牢阮的罪过。看咧，阮拢是你的子民，求你看顾。上主也捌启示先知耶利米讲：以色列家啊，我减袂当亲像烧毁人安尼对待恁。匪徒伫烧毁人的手里安怎，伫我的手里嘛相款。无论什么时，我宣布要背出、拆毁，也是破坏一个国家，迄个国家若离开邪恶，我就会灰心转意，无讲灾祸互因。无论以赛亚的祈祷，也是耶利米领受的启示，拢互咱明白，咱是上主所造，应当谦卑伫伊面前，记牢伊的教示，远离罪恶。伊要回心转意，悦纳咱的善行。默想，我捌甲上主疏离，若像祈祷无得到垂听的警句无？原因是甚物？后来改变的原因是甚物？我捌甲上主疏离，若像祈祷无得到垂听的警句无？原因是甚物？后来改变的原因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创造万灵、塑造万物、怜悯救赎万民的上主，感谢你永恒无放杀的慈爱，恳求你互我谦卑悔改，时常更新心智。
求你引带我不致随心所欲，毋知悔改。我会当谦卑知影家己诶卑微，甲你诶伟大。我会当诚侪柔软好属性诶回答图，互主使用，奉耶稣基督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